欢庆美好的相遇，请曾牧师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，搁一摆同心祈祷。至圣的主耶稣，你是阮人类的救主甲愿望。愿进入了这个信仰人生新的旅程。你是以貌内利的上帝，你伫阮人生的每一个日子甲阮同行。特别伫廿子，你降生纪念的圣诞节，阮用抬杠节做阮的祈祷。每点一支蜡条，是阮心中一份真心的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求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将这个祈祷的愿望放伫每一个阮兄弟姊妹的心内，互阮用期待、用渴慕，甲主耶稣你来相亲近，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伫今年圣诞节有一份真特别的礼物，毋是干那阮的主日学的囡仔有这个圣诞节的礼物，每一个对心中有欠缺、有需要、也有期待，阮的兄弟姊妹，愿主你听阮的祈祷，照阮的需要，将你的宝贝恩赐放伫阮的生命中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廿子主耶稣，你来到阮中间，甲阮同在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今仔日的题目是咱的信仰的前辈，伫2000年来来鼓励兄弟姊妹过圣诞节时，一个祈祷的声讲，主要所好今仔日的礼拜，特别是抬杠节，所有的人拢会当欢欢喜喜来甲你相见面。所听的姊妹，愿恁伫今仔日今年的圣诞节有一份真特别的礼物，就是主耶稣亲自听恁的祈祷，也应允咱伫祈祷中间所需要的。每一年的圣诞节，咱拢咧期待会当搁一摆甲主耶稣相亲近。伫欧洲、伫美国，已经真侪一个节期，特别的一个文化。所以伫西方的世界，因到圣诞节就亲像咱台湾人咧过29暝啊，甲即个新春。所以真侪出外的囡仔，因拢会利用即个节期，对真远的所在倒到因的厝，甲爸爸妈妈做伙伫遐来亲近。这毋是一个习惯，嘛毋是伫一个文化的节期。最重要过圣诞节就亲像咱咧守圣餐。主耶稣讲，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月拢有守圣餐。当咱捧着这个圣餐的杯，咱就记得耶稣的话讲，这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你着用安尼来纪念我。当咱捧迄个圣餐的杯咧啉的时，咱就想着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我的血所设立的，就是新约，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。当年拢咧过圣诞节，有时咱若无深思、深深来思考，过这个圣诞节有当时会变做一个重担。教会真侪无用，所以伫无用的中间，无论是圣歌队，无论是牧师，拢会为着遮所有的节目、所有遮的事工，咧着磨的时，有当时因为着磨，所以心内有压力，失去了欢喜的心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圣诞节毋是安尼，圣诞节应该是无论什么种的方式咧过圣诞节，应该拢是人甲主耶稣相亲近欢喜的时刻。愿咱伫今年的礼拜节、圣诞节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做伙来读圣诞节的故事。我要问兄弟姊妹，圣诞节所有的故事内底，你上爱是对一段？伫圣经中间有记载，真侪人甲主耶稣伫第一摆的圣诞节就相见面。你上爱是对一个故事，对一个人，为什么？第二个问题，我要问兄弟姊妹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敢有你家己的圣诞节的故事？圣经的福音书咧讲，圣诞节是当时经历耶稣的人因所记载。无论是当的博士，无论是各样的人，无论是后来伫圣殿内底迄个生命，因拄着主耶稣了，因的生命有一个真的，以前是传说，但是后来因真正看到主耶稣了，因讲主啊，你通放互我离开这个世间，因为我已经满足啊，
因为我有看到主耶稣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甲耶稣三见面是一个真宝贝、属灵的经历。咱听真侪讲道，但是拢听讲。独只有咱的内心真正甲耶稣三见面。这个主耶稣是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伊甲咱的人生同在的事，咱的信仰才会当真侪活跳跳的信仰。所听的主日学的每一个老师，愿主的圣神踮伫恁的生命中间，因为将来恁有真侪时间要代替教会讲一个圣经的故事，或者囡仔听，咱需要先认捌这个主耶稣。若无，咱要安怎讲圣诞节的故事呢？愿咱就今仔这个礼拜，咱对一个2000年前的故事来做咱的祈祷，讲主啊，我嘛要听到好消息。这个故事是路加所写的福音书。其实路加并唔是头一日就来跟对耶稣的人，而且伊唔是所有的学生内底上早看到耶稣的人，但是伊所有的对耶稣的认捌，拢是对听讲的。今仔这段的故事真合理，路加应该听到耶稣的妈妈所讲的故事。因为路加福音书对第1章开始就咧讲起一个妇人人怎样得到上帝的呼召，伊讲某一个婴仔对你的腹肚来出世。玛利亚得到这种的交托的时阵，伊顺服，所以伊将这样事放伫伊的心内，后来直到伊的囝儿伫十字架顶悬钉死。所以玛利亚是一个第一个儿子耶稣入伊的生命的人。也是流着目屎送伊的宝贝囝，成做上帝的救世主的一个妈妈。所以当路加问耶稣的妈妈的事，耶稣的妈妈会将真多新连新的这个生命的故事来讲给路加听。所以路加听到这个天使的故事，就亲像今仔日咱咧做礼拜，咱是听故事，但是这个故事需要变做咱的故事。因为今仔圣经天使所讲的话，伊讲我要报你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。兄弟姊妹，你有盼望你的人生中间有好消息临到吗？有幸福临到吗？伊讲这个消息是关于所有的人，这个祝福是每一个人拢有份。原来就今仔这个礼拜，咱来听天使所讲的话。玛利亚会记得这句话。为什么玛利亚会听到？其实时空会错开，玛利亚其实不是第一个听到这句话，是因为有一群人来给伊看，伫伯利恒的马槽来看耶稣迄阵过洋的人。迄阵的过洋的人讲，阮伫黑暗的旷野的内底有天使出现，所以伊甲阮讲，恁爱去看一个红婴仔，伊的名叫做耶稣。所以这个牧者将这个代志甲玛利亚讲，玛利亚放伫伊的心内。迄句话讲，无你惊，我要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百姓这两字，伫原文的意思，就是天下万国万族，所有的人，就是 every nation， 就是讲所有的每一个种族，无论黑皮肤、白皮肤，讲什么种腔口、骨骼的人，所有的人。拢有份。原来今仔日听牧师甲师会，搁一摆读这段经文的时，兄弟姊妹，愿恁对心内有一个欢喜，讲主啊，我嘛要爱有。迄个讲洋的人所得到的祝福，主啊，求你嘛将这个祝福来享受给我。愿咱伫今仔日通过恁家己心内讲阿们的事，天使圣神将这个对天人来的祝福，放伫咱的人生的中间。互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到咱一生的落尾。天使讲，我要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。圣经讲，这就是福音。兄弟姊妹，伫你此时此刻你的情境中间，你感觉你上欠缺是什么？有时咱欠缺是盼望，有时咱欠缺的是有人疼惜咱，有时咱欠缺就是一份的信心。伫艰难的困苦的时阵，犹原有勇气、有信心，讲继续行落去，路就会平坦。所听的姊妹，咱今仔日所需要的是什么？
甲主耶稣讲，伫祈祷的中间，这个主耶稣要进入咱的生命中间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所听的姊妹，愿你伫心中看到主耶稣。咱若真足回想过去，咱一生对主耶稣的念经，其实兄弟姊妹，有时咱就会想到，古早一个故事，其实不是偶然。遐发生的代志，咱虽然无看到耶稣，但是所有的道路顶悬有引带、有帮赞、有鼓励、有扶持。虽然不是耶稣的面腔，但是主耶稣通过各种的人、各种的情景来陪伴咱。咱的一生不是个偶然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有关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今仔日牧师甲阮分享的题目，原来就是我所需要的祈祷。主啊，我信你久久，求你互我伫我的心内看到你。主耶稣互我的心内诚做马槽，就是迄个伯利恒迄个马槽。主耶稣，你不但伫古早出世，你今仔日嘛降临伫我的生命中，你做我的朋友，你做我的救主，你诚做我的帮赞。拄着主耶稣的人，信仰活起来。以前咱所听的故事，有可能是父母甲咱讲的故事；以前咱所听的圣经的故事，可能是主日学老师所甲咱讲的故事。但是，愿今仔日的礼拜，竟然发出声音祈祷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愿主耶稣甲你讲：我来啊！我要永远甲你做伙，因为我的名叫做以马内利。马太福音讲，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。这句话是根据以赛亚今仔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以赛亚第7章14节。这是耶稣也未出世之前大概700年。以赛亚是一个先知，活伫耶稣也未降生的进前，伫一个苦难战乱的时阵，以赛亚的时代甲耶利米的时代，就亲像今仔日的耶路撒冷。以色列甲哈马斯是战甲乱七八糟。700年前，主耶稣降生进前，迄个时阵，以色列第一摆的亡国，就是巴比伦拍入来到耶路撒冷，吞达城墙毁坏，掠以色列人到巴比伦做奴隶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就亲像今仔日中东地区有死实、有战争、有惊吓。但主耶稣讲，我是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你三甲地底。迄个以马内利，迄个以，其实伫以色列人那头前有一个以，读音叫做 L 就是神的意思。咱教会有真侪囡仔的名，拢带含有一个以，毋是以色列的以，是因为父母知影讲，我甲即个囡仔号名叫做以柔、以荣、以乐、以义。意思就是上帝要真做因的荣耀，上帝要带互因喜乐，上帝要真做因的良善。这就是父母的信心对囡仔的祝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用心听，嘛回应圣经。也愿有一日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有咱个人的圣诞节的经历。你讲牧师敢有可能？兄弟有可能。你若相信这个主耶稣会活出来，对圣经的文字的记载活来到伫你的人生的中间，这个主耶稣就会活伫你的生命中间。咱的教会已经用1年的时间，带一个查经班，叫做耶稣的课堂。耶稣怎样咧讲伊的福音，已经到伫最后的坎站。一礼拜所讲的耶稣的福音，是一个互人甲上帝和好的福音。这是福音内底上重要。耶稣所讲的福音最重要，不是新约基础，不是摆脚爬起来行，青梅看见死人搁活尔。耶稣所讲的福音，其实上要紧就是亲像路加所记载迄个浪子回头。耶稣咧讲的浪子回头，是指世间所有咧超出人生道路的人，有一日伊要回到伊挚爱的老爸，就是天顶的上帝的厝。爸爸甲伊讲，回来就好。所以耶稣福音最重要，就是带咱都来到上帝的身边，领受上帝的听。伊讲，我得罪天，得罪地，阿爸，我无资格做你的囝。但是迄老爸一句恳切的话都无，
迄个老爸甲伊讲：我的囝失落，佮重新得到；死去，佮活起来，这是通欢喜的消息。所以圣诞节不但是一个祈祷的节期，圣诞节更加重要，就是互上帝的听充满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互咱的生命重新亲像拉条有点就会倒。兄弟姊妹，拉条有点才会倒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赏赐我一支光明的灯，主你帮助我。这张相片就是搁落去伫路加福音第4章的搁落第5章有一个人叫做西面。西面是犹太人中间一个过圣洁生活的老辈，伊常常出入伫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伫遐咧敬拜上帝。有一日圣神甲伊感动讲：你去礼拜堂，你伫门口，你要看到一个红鞋啊！这个西面就去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外口，看到约瑟甲玛利亚抱迄个红鞋的时，伊马上就知影讲，这个就是救世主弥赛亚，伊今仔日来到犹太人的中间，因为圣神感动伊。所以西面就要求甲玛利亚讨讲，敢会当互我抱一个？玛利亚将耶稣这个鞋啊交互西面。西面伫迄个时阵讲一句话，讲主啊，我何等有福气，我会当看到你降世伫这个世间。所以西面抱伊伫伊的面前，伫伊的行程的时阵，心内有一个足大的满足，讲主啊，死也无憾，死嘛无遗憾。因为我一生中间最大的幸福，就是我有机会抱着弥赛亚救世主。兄弟姊妹，这敢可遇不可求吗？兄弟姊妹，可遇可求，你相信吗？不是可遇不可求，是可遇可求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认真追求，你就会得到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爱用心追求。伫祈祷的中间，主耶稣就要进入你的生命的中间，主耶稣要进入你的心灵，互你这个忧伤、有情绪、有无好念头的情绪，会得到这个国外主耶稣以马内利，伊带来信心、盼望甲真爱。愿今仔这个礼拜鼓励兄弟姊妹，咱伫主的面前讲，赏赐我一个无怨无悔、无遗憾、无有欠缺，我一生是一个100分。因为我看到主耶稣，西面讲：主啊，你通照你的话透放你的路目，互我安然得去到我天顶的祖家。因为我的目睭今仔日看见你的救恩。愿牧师为恁所引读的这段圣经，会当真侪恁伫心内较无讲。主啊，互我的一生的年日，无论是70岁、80岁，互我经历到你救恩的快乐。互我经历到你救恩的快乐，愿我伫一生的中间会当真做一个有福气的人，甲上帝相拄，其实就是福音的祝福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当你伫你家己个人的祈祷时，不妨试看卖，无人甲你做伙时，你会当常常有一个动作，将你的手伸出来，轻轻放伫你的大腿，你甲主讲：主，今仔日我伸出双手。来领受，主你将天灵来的祝福收赐给我，我嘛要将这个祝福提给我每一个好朋友。主啊，你所给我的祝福，袂因为我给人就失落，反倒当是当我给人的时阵，我才得到。绿园牧师有一句话，伫这2礼拜讲无了，爱是给予的时候就有所得，所以当你的囡仔离开的时，你将你的爱给上帝，上帝会给你更多的安慰跟慈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听不是一直得到，听的奇妙就是当你将这个听给人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你愈来愈好业，因为在给予的当中便有所得。给人的时候，你就有所得到。兄弟姊妹，信心嘛是安尼，盼望嘛是安尼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咱伸出双手，咱甲主耶稣祷讲：主啊，互我经历到你。我虽然看袂到，但是我要用我的灵
用我的心来感受到你对我的疼。当咱若感受到主耶稣的疼时，咱的生命就要受改变。今仔日圣经对咱讲什么？伊讲要有一个记号，一个条头。咱若出去散步，看到天空是夕阳的时阵呐，变红色的红天，咱就感受到讲，可能要变歹天啊，有无？咱有一寡咧看气象的时阵，用老辈甲咱讲，天气咧变化的时阵，若有看，你就知影讲风台要来，还是讲什么种的情景？伫这个所在是耶稣也未出世进前700年，上帝的圣神和以赛亚留一句话，伊讲要有一个在色女怀孕，而且伊生囝，甲伊号名叫做以马内利。兄弟姊妹，人较会通知影将来的代志，咱无可能知影将来，因为咱是活伫今仔日。但是通过圣神的帮助，咱知影将来的愿望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第一，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3个圣诞节的祈祷。第一，主啊，互我以马内利的人生。主啊，我无爱干那听牧师的讲道。主啊，我无爱干那灵修读圣经。主啊，我望我所听到的讲道，我所读的圣经，每一句拢真做一个有活泼的气力伫我的生命中间。今仔圣经最大的应允以马内利，就是上帝要甲你同在。兄弟姊妹，无论何去何从，无论到天边海角，无论咱是伫一极其重大的事，主要所讲，我要甲你同在。你的担是我的担是轻，我的担是快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领受一种的好消息。天使甲各样的讲，我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。兄弟姊妹，伫祈祷的中间，你会使问上帝讲：主啊，你伫我的一生中间有甚物计划？主啊，你伫我的一生中间你有甚物计划？主啊，你要互我甚物种的祝福？好消息的意思就是上帝讲好的话，讲福气的话，讲祝福的话。伊讲要互百姓拢有份。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有份嘛？牧师咧甲咱分享讲，伊的原文即个百姓即个字，就是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即个上帝要为你，嘛为你的囡仔，为你的家庭来享受备办因的将来。而且以马内利有另外一个意思，更较亲的意思就是亲密的关系。以马内利就是一个真亲密，是一个真有主爱。主耶稣甲咱三甲伫地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甲早经的信息同款，兄弟姊妹，咱爱认真甲上帝结连，因为咱离开上帝愈远，咱感受到上帝的能力就愈弱。就亲像咱若伸手，等一个不妨你礼拜了的时候，你来伸手试看卖，用祈祷的心，伫蜡条的边啊，你会通感受到这支蜡条，伊毋是敢若光尔，有一种的热量。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的距离决断着咱的气力的多甲少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啊，互我甲你更较亲近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为阮所读的圣经，牧师所分享甲邀请的信息，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我的一生会通真做一个经历你的人生，毋是敢若听讲道的人生。我的一生是一个经历到上帝你圣经内底所讲应允的话。主啊，互每一条诗歌，互每一条的圣经，互每一个应允，拢临到伫咱中间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这种的经历会改变咱。一个真正看到上帝的人，伊对家己的人生就唔敢随便，因为伊看到上帝的荣耀，伊看到上帝的圣洁，伊看到上帝伊的尊严。咱对咱的人生就产生搁另外一种更加积极的保守、疼惜。咱对咱的人生，咱会保守咱的时间，会照顾咱的身躯。唔敢随便用咱的身躯去做垃圾的代志，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上帝相拄。伫圣神的帮助中间，咱要通过各种的情景来看到上帝。因为耶稣讲一个譬如，
当上帝临到人的时候，人无一定知影。你讲牧师，迄个故事写伫啥物所在？有一个故事咧讲，有一个天国的国王学了伊的萝卜，讲好个真正的萝卜，我咬喙大是你互我食，你互我穿。恁会记迄个故事无？一个萝卜甲伊的主人讲啥物？主啊，我什么时阵看到你咬，互你食？我什么时阵看到你喙大，互你啉？我什么时阵看到你惊寒，互你衫穿咧？伊讲：你若做伫一个智慧世的人，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，咱虽然看不到这个上帝，但这个上帝其实常常甲咱做伙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圣神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有新的经历、新的态度，对经历着上帝了后，咱甲上帝讲：主，我要认真过我的一生。拄则牧师甲咱讲，圣经的故事不是可遇不可求。主啊，圣经的故事遐难得，4000年才发生这个故事，每一个故事拢是宝贝。对圣经旧约甲新约，所有人甲上帝的故事，拢是咧讲起经历着上帝的人。第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，对亚伯拉罕，上帝甲伊改名，因为经历着上帝了，伊的生命的翻转。上帝讲：我要互你的子子孙亲像天顶的星、海边的沙。这个人经历着上帝了，伊离去故乡，到伫他乡，脚卡伫今仔日的加萨走廊，就是伊咧说的这个迦南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经的故事会通真对咱的故事，爱认真，要当真，把圣经的话当作是真的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，伊无讲凊彩话。咱的主耶稣嘛讲：我是葡萄树，其实这个葡萄树应该改做我是上帝。恁若离开我，恁就袂当做什么。耶稣用葡萄树甲葡萄枝来譬喻，就是上帝甲伊所创造。上帝甲上帝的子，恁若离开我，恁就袂当做什么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第一知影讲，恁毋是为着来看牧师，恁毋是为着来凑人数，恁是为着恁心内较无会当伫人生的中间看到这个尊贵有智的上帝。愿上帝将这种的觉醒智慧放伫恁的生命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。要当真，因为咱的上帝，伊讲求就互咱，找就拄着。愿咱伫每一个礼拜，咱的生命拢得到祝福。每一个礼拜拢一个小小的礼物，直到有一日，咱到年老的时阵，咱的厝边亲人朋友讲，这个人是富足的人，是大富大贵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的一生伫伊的面前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带互咱啥？兄弟姊妹，我常常感慨，教会毋是圣诞老公公，所以来教会毋是干那为着买一份的圣诞礼物，恁同意吗？毋通把教会当做一个福利机构，人来就会当得到 coupon， 会当得到彩券，会当得到礼物。耶稣比这个更较宝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所予咱是食袂了、用袂了，是一个真的，是永远的。所以主耶稣讲：你若知影我是什么人，你就要求我。我要赏赐我的活命的水泉，互你。你啉了后，你的生命就无搁再枵甲喙大。因为我所赏赐你的活命，要亲像一口活水，是自然而然，没有碰触，没有莫大，伊是直接上帝所赏赐的一个活命的江河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你安怎咧甲你的囡仔讲你的人生呢？所听的姊妹，愿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咱听好，上帝要互咱每一个人，拢有咱家己的圣诞故事。你相信吗？咱的主耶稣要来到你的生命中，黄子杰要来甲咱再见，因为伊要得去纽约。伊是上帝赏赐我一个真好的鼓励的姊妹。伊讲，当伊80岁，是上帝互伊一间教会伫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教会。伊伫迄个所在，上帝翻转伊的生命。其实伊失去伊的丈夫的时，是一个感觉真孤单的时刻。但上帝用一间教会，互伊得到陪伴。
伊伫80岁的时阵，伊想到上帝，伊讲：上帝，我80岁啊，我以后当做什么？上帝予伊一个圣经的故事，就是摩西真正为主举拐仔，是80岁开始。80岁之前，伊有举拐仔，但是上帝伫伊80岁的时阵，改变伊的手中迄个拐仔，予伊开始进入埃及，带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所以当伊离开埃及的时阵，伊后来伊的回忆录写伫摩西的五经，就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。圣经的头5本就是摩西的回忆录。伫迄个中间，伊讲上帝伫西奈山的顶悬甲我讲，手举拐仔落山去。伊讲原本迄个各样的拐仔，后来变做上帝的拐仔。黄子杰甲阮分享讲，伫80岁时问上帝讲会当做什么？上帝讲摩西80岁，所以黄子杰伫80岁时，无甲家己当作是一个年老的人，伊反倒转，搁较积极活伊每一天。咱真欢喜，上帝足奇妙，伫遐灵魂的所在，完全甲咱无熟悉。忽然有一日，2年多前吧，有一通电话敲入来。迄个时阵，黄子杰有一寡紧张的声，因为敲这个长途电话，佮甲一个陌生的牧师咧讲话。迄是阮头一摆，伫上帝奇妙的作为中间3联络。后来上帝阮不断真侪祈祷的同伴，互相鼓励。这是圣诞节的故事，兄弟，愿天父上帝伫你的人生中间，嘛，互你有圣诞节好的故事。方梅姐。你有一个好朋友是新的朋友黄子杰，邀请你来这堂教会。咱的人生小熟悉都不会是偶然。台湾人真容易用一句话，我嘛常常用，叫做有缘分。但是这就是圣经咧讲福气、福分。伫这个所在讲，我要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。兄弟姊妹，静静听，恭敬听，安静听。听候准备听，上帝要将你生命中间大欢喜的好消息，甲你讲。这个主耶稣毋捌出现伫我的面前，但是后来我知影，我的主耶稣其实伊捌伫我的人生中间足肯定甲我讲。当我伫大学咧找我人生头前的路时，伫这个西雅湾的山坪顶悬，阮伫遐看夜景。伊伫夜景的中间，捌对我讲过话，就亲像圣经讲的话。迄个话，互我有思考。虽然毋是耶稣甲我讲你落山去，就亲像摩西安尼，但是主耶稣真正会甲人讲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将咱的一生交互这个主耶稣。耶稣要对你讲话，毋是干那通过教会查经，耶稣要亲自伫你个人内心，无论是吐气。无论是渴慕，无论是敬虔，这个主耶稣要听你的祈祷。愿天父上帝甲你三甲地地。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，其实就是幸福。因为伫圣经中间讲，心内颂享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背起来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，伊讲心内颂享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天国。大丰富甲善用。如果上帝将整个国度拢收索你，你敢摕了？原咱伫主的面前，伊咧讲有福气的人，这个字，圣经叫做 Makarios， 希腊语伫圣经中间讲有福气的人。这个字伫希腊的语言的中间，伊最重要的是一种从天上来的幸福。对天顶来的祝福，兄弟姊妹，常常举目望天，毋通看涂骹自卑，头壳累累失志。咱来常常仰望，用仰望的心看头前。愿天父上帝帮咱，互咱伫主的面前。这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，伊讲心内颂享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爱摒扫咱的心。你的心有偌宽，你就领受偌济。兄弟姊妹，你敢听这句话？
你对上帝的心若是足计较，无愿意让上帝有空间，你所有当领受上帝的国，就是一点点啊。但是上帝讲心内颂扬的意思，就是摒空，将来家己内面的这个心思意念最自我最中心的迄个思想，该扫除。咱的心愈宽，咱得到就愈多。关键这个圣经每一句话，拢互恁有吸引、有欢喜，对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心内颂扬。兄弟姊妹，心内颂扬有两种的意思。你感觉心是穷人、贫穷的人，像这里感觉的。但一般来讲，你讲颂扬人是咧讲起遐个人是物质上较欠缺，无通食、无通穿、无通用、无通住，这种的物质上会欠缺。但是，还有另外两种的欠缺是愈重要，但是咱常常忽略。第一，就是无恶梦的人，对不？第二种的。就叫做魂啦，吼，灵魂的魂的颂扬，魂的颂扬就是一个无人听、无恶梦、无信心、有自卑感。伊的魂就是伊的情绪，无快乐、无平安、无健康，这叫做魂的颂扬。或者你敢是这种人？佮另外一种叫做灵的颂扬，灵的颂扬就是无有上帝的良善，无有上帝的义点伫你的内底，所以人就无三听的心。人就无过圣洁的生活的迄种的警醒，所以有一种叫做物质的颂扬，一种叫做魂的颂扬，一种叫做灵的颂扬。耶稣讲：你若得到全世界，但是丧失性命，有什么利益呢？咱若有肉体物质的丰富，但是无魂，就是情绪的平安甲喜乐。今仔日讲我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伫地上。平安归伫上帝所听的人，兄弟姊妹将这句话放伫你的内面，你发手祈祷讲：主啊，我知你听我，所以我是你所听的人。主啊，将平安喜乐放伫我的生命中间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这段圣经甲咱讲：主啊，我无爱去做一个颂扬的人。兄弟姊妹，你独独你家己知影，你有几两重，嘛独独你知影，你即摆所得到的是什么？是毋是真正你一生中间所渴慕、你感觉肯定的？所以人一生是7十，永从通到8十，其中所夸口的，你会记述牧师解说这句话互恁听。所夸口这个字是啥物意思吗？你也会记得这则的圣经的解说吗？人一生是7十，永从到8十，其中所夸口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讲，所确定就是讲，我有把握吗？我即摆伫我的手中的这物件，真正是确信是宝贝有价值的吗？夸口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兄弟姊妹，对信仰的人生，爱有肯定，有认捌，有确信。还有一种的颂扬叫做无圣性的同在。无圣性的同在的人就是无智慧。你捌拄到这种无智慧的人无？伊毋知好歹，伊毋知价值，伊毋知衰败。智慧是上帝所赏赐的。以赛亚11章第20讲，上帝的灵若踮伫伊的内面，这个人就有6种的改变：第一，有智慧；第二，有聪明；第三，有策略；第四，有能力；第五，有知识、知识。人要拥有这5种的灵：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策略的灵、能力的灵、知识的灵，最后敬畏耶和华的灵。兄弟姊妹，这句圣经节极其宝贝。今仔日有一种人，其实家己无知、愚蠢、无智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信耶稣了，咱无一定会大好嘢，因为有当时骄傲的人，上帝若互伊上济的物质，伊会犯罪，奢华宴乐，亲像浪子。咱无预备好，上帝未将迄个天国的遐个物件互咱。等咱准备好时阵，自然而然，等咱未因为富足来绊倒骄傲的事，上帝就敢将这所有要互咱管理的交伫咱的手中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愿今年的圣诞节是一个祈祷的节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着你的人生伫上帝面前祈祷讲：主啊，我要领受天国的临到，愿你的国临到伫我的心内，亲像伫天顶。主甲咱的祈祷，愿你的国临到伫地面，亲像伫天顶。主，你的国临到伫我的思想，伫我的感情，伫我的欲望。主，你的临到，真做我的幸福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，因为今仔圣经讲，上帝要甲咱三合伫地，这是一个欢喜的代志，死而无憾。主啊，今仔日我看到救恩，主啊，今仔日听到救恩，主啊，互我一生的每一日，拢是享受甲上帝你亲近的满足。主帮助咱，最后一项我拄则来甲咱做一个结论。拄则牧师问恁讲，什么人是送香人？送香有一种的送香叫做甘愿为着福音过送香的生活。你捌听过牧师甲恁讲这句话无？咱的主耶稣就是一个欢喜将伊丰盛的活命，予这个世间人，然后伊摒空所有，以稳定的杯来养起所有的人，为福音而贫穷，这是一种神圣的决定。伫咱也无能力进前，咱毋免一定勉强安尼，因为这种的勉强是出于欢喜，毋是勉强。当一个人有主上帝听到满足满出来时，伊无满出来，就永远无法度。因为上帝予伊的是一个超出所求所想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记得，咱爱知影讲物质的送香毋是上大的送香。第二，灵魂的送香才是真正的可怜。一个人魂若无健康，袂快乐，因为情绪乱糟糟，会有自卑感，会有孤单。人要安怎伫魂甲灵的顶端来得到帮助？兄弟姊妹，魂送香其实这个字就是代表欠缺。圣经讲，如今长存，现今所存的有信心，有仰望，有真爱。咱的生命需要信心、仰望甲真爱，关注帮助。嗰个灵的送香是什么？一个人若世俗化，就离开上帝。上帝讲，我的灵就无搁再踮伫伊的内底。对创世纪就开始安尼讲，一个人伊若离开上帝，伊的灵伊若属黑去，上帝的灵就会离开。这就是欠缺上帝的义，伊就会失落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、知识。愿天父上帝伫咱敬虔的礼拜中间，所听的姊妹，愿上帝将所有预备好要予你的能力、智慧，通过今仔日的圣诞节，一项一项来予咱腾空自己的灵魂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将骄傲、将自尊，今仔日21世纪最大的危机，其实就是人本主义。因为人用家己最中心，超过所有一切。人若用家己最中心，上帝无搁再有空间，将伊的国度放伫咱的内底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用祈祷腾出你心灵的空间，包括忧伤，包括责备。主啊，我将这拢交伫你，求主你帮助我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主，我摒空我所有的用家己做中心的想法。主，求你用你的角度赏赐予我。有福气的人，牧师拄则已经甲咱解说，其实咱的教会常常咧解说这个字，伫八福8种的福气，8种的态度，迄个字叫做 Macarius， 是只有天上有，是来自于天上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求就互咱，吹就拄着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欢庆、欢欢喜喜来过圣诞节，也愿上帝伫圣诞节进入恁的生命中间，搁一摆将伊天国的祝福充满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互你的囝儿孙讲：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的阿公阿嬷，实在是有福气。愿做伊的后代子孙，
其实就是因为上帝听义人，上帝听阮的信仰的前辈，上帝将要予因的祝福嘛予阮，咱当心来祈祷。至上的上帝，阮未堪得，伫阮抑阁伫人生中间咧流浪憔悴幸福的道理的时，你已经将主耶稣为阮来有庇。阮伫你的面前带着确信，阮相信这个主耶稣是阮一生的帮助，是以马内利的上帝。阮伫你的面前当心做礼拜的时阵，主求你互阮。无一个人空空离开礼拜堂，无一个人空空离开你的圣殿，拢带着祝福，到伫你所要带阮去的所在，伫迄个所在，互人因为阮也来受祝福。所以，伫你的面前，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